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小型讲法师，是尊贵的占土古仁波切的弟子。那我们连续一直都在跟大家分享尊贵的占土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那这是承诺的特别版，第2版是纯中文版。那目前分享的内容呢是第5章。创造传奇。那第5章内容是主要讲述仁波切在马来西亚的点点滴滴，他的所有的经历，从1992年一直到今天。那我们接下去如果继续还有新的承诺的话呢，应该就会继续再添加从现在开始的内容。那希望每一次增加的内容呢，都会是更丰富的。那介绍了很多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回去没有办法回去做个总结，内容太多了。上一期我们就回顾一下上一期的内容。那上一期我们讲到仁波切创建这一个科切拉禅修林，那这是2013年至今的计划，目前是第1个阶段，即将开始第2个阶段的建筑。那图中看到的这个是第1阶段的主要建筑。那这个智慧殿的最大的特色呢，是智慧殿内有一尊高达24尺，全世界最高的多杰熊灯像。好，这个接下去，那随后我们还介绍到的就是这一个觉悟实验，讲到某仁波切的爱犬，2017年离开我们了。这个仁波切的爱犬为什么那么重要？重要就是其实整个科切拉是不是存在，会不会有今天的科切拉，其实母母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关键人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好，介绍完介绍了智慧殿附近旁边的这个金刚瑜伽母佛塔，而金刚瑜伽母佛塔旁边的母纪念公园呢，我们再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智慧殿前方，智慧殿和金刚瑜伽母佛塔前方的这一个杜嘎公寓。那图中看得到这个是杜嘎公寓274页。274页是杜嘎公寓。杜嘎公寓最大的特色呢，其实它是货柜箱组成的一个住处，就是从外表看呢，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实际上呢，这是有一格一格的，就是一箱一箱的货柜箱，就是或者货柜物，就叠成了，怎么说，经过焊接啊，然后在上面再把它弄了一个屋顶，它旁边再建了一些墙，就建成了一个公寓。那这是仁波切的一个构思，仁波切希望能够以快速的比较而且是比较经济的这种方式去打造一个现代化又不会太复杂，但是又显得大方的一个住处。那这是耸立在自然山里的杜嘎公寓，是一个现代化的开放式货柜箱住所，为禅修林的居民和访客提供住宿。那前面这个杜嘎公寓，其实杜嘎这个字呢，它其实是来自杜嘎的一个直接音译。杜嘎呢其实是藏文，它的意思是大白伞盖佛母。而仁波切总是会在每一个地方，或者甚至是给每一个动物取以佛教本尊为名。这个杜嘎公寓，这次所以称为杜嘎，它里面呢还有一尊，就是一入门就会看到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就是杜嘎像，就是大白伞盖佛母像。这一个上方，这是杜嘎公寓的外观。中间的图像呢，大家可以看到2张图像。那中间左边的那个图像，那是一棵芒果树。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棵芒果树就是当年刚刚开始科切拉禅修林刚刚找到这块地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仁波切去看
勘察这块地的时候，仁波切弟子突然间发现这块地其实跟一位蒙古喇嘛送给仁波切的明信片上的图片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棵芒果树呢，就是这样子成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标，这是吉祥的一个地标树。那右边这一个呢是杜嘎公寓的一端，其中一个，这是一个着急见客人的一个地方。高高的天花板、宽敞的空间和实用的风格是杜嘎公寓的建筑特色。在下面这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刚才介绍这个杜嘎像，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这是最下面这张图的左边呢，这是杜嘎公寓入门处。那一入门旁边的这个就是这个叫橱子，那橱子是给它放鞋子的地方。那橱子旁边转弯过来的这个地方，这一尊像就是大白伞盖佛母像。那眼前这一块这个地方呢，是杜嘎公寓的一些公众的，就是给大家怎么说呢？这算是一个膳堂之类的，就是给大家吃饭的地方。那旁边是公共厨房。那大家可以看到里面一箱一箱的这些都是货柜箱。那这是一个货柜箱组成的一个房子。杜嘎公寓提供的是别具一格的群居生活空间，旨在培养人们对他人及他人需要的觉察能力和共鸣意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杜嘎公寓就是大家都要特别去，因为这是一个共同生存共同生活的空间，那所以大家都要特别去留意，比如说一些小事情啦，使用厨房公共厨房使用过后，那厨房的就是洗手盆啊，要把它弄干净啦，是就是那个就是什么所消耗品用了之后呢，要让大家知道有什么东西损坏，要立刻通知啊，或者是举手之劳能够做的，就是大家会就是看到哪个地方脏了，就自动自发的去清理了。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让人跟人之间能够拉近距离，或者让人跟人之间学会互相去照顾彼此的一种觉知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其实这些东西看起来虽然我们可能觉得并不怎么样，那当然是在现代生活的一种影响下，其实很多人已经失去了，逐渐已经慢慢的忘记了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这种价值，只会对家人，那有些人甚至对家人也不这么做。所以在杜嘎公寓呢，其实就要把这样子的一种觉知的这种精神就重新培养起来。就是这是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大家都要去照顾这个地方。那这里的一切活动，包括这里的清洁，这里的整个设施都是大家共同的，那需要共同去照顾、去爱护，去互相去扶持。那包括如果有些成员们有的孩子在这里活动的话，那其他成员也会代为照顾，所以是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活动空间。那其实煮饭的时候，其实大家一起煮啊。那这里提倡一种就是让大家也学会去分享。那就是一个这样子。那当然很多细节我在这里就不方便再多说。那介绍完这个杜嘎公寓呢，我们再转到另一面，这是右边这一个，这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角落。这就是文殊山半山的四壁文殊像。那这是一个早晨的一个图像。那这个地方早晨是非常非常舒服、非常凉爽的。很多，尤其是大概清晨6、7点之间的是很多晨雾的。这尊9尺高的四壁文殊菩萨石像，屹立在位于高处的文殊山，俯瞰整个山谷。那这个四壁文殊像呢，目前它的这个竹林，这早期拍摄，目前这些竹林都已经很高了，比这尊文殊像还高了。那旁边呢还有一个大家就是供养蜡烛的地方。那喜欢的话，其实
常常就是清晨啊或者是黄昏啊，那可以到这文殊像去附近去怎么讲呢？就绕文殊像，就是绕行文殊像，可以在文殊像前面。其实仁波切鼓励我们在文殊像前面就是念诵文殊赞，和作为就是念诵文殊菩萨心咒。这是文殊山上的文殊像。那接着我们再给大家，其实禅修林这书里面没有办法把所有禅修林的照片都一一刊登，因为将会占很大的篇幅。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大家想看全景的话，想看更多图片的话，可以登上赞图古仁波切的个人博客上，关于禅修林、客家禅修林的介绍，那里有很多很精彩的图片。那如果大家想看，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看视频的话呢，也可以上仁波切的就是视频频道上去看。在博客上其实也是有很多链接可以直接就是让大家去观赏这些视频的。那接下去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另一个角落，其实就是这些图片是介绍客家禅修林的一个目前的主要的一些地方。276页左上方，那276页左上方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货柜物。右上方那个呢是它的货柜物内部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特别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货柜物呢？其实这个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这是仁波切原来的货柜物，曾经是仁波切的住处、办公和筹划禅修林每一个阶段发展的地方。仁波切也在此进行每天的禅修、法会和土地加持等仪式，使得此处弥漫着灵修力量，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加持力的圣地。那其实这一个货柜物呢，它是当禅修林初建的时候，其实这里没有禅修林最早期的照片，在全部都在仁波切的博客上，大家可以看到。那早期呢，其实是一片山林，和山林之余呢，就是地上都是满满的泥泞路，有很多蚊子啊，就是很多森林里的一些生物和昆虫。那最初刚刚建立的时候呢，仁波切就决定要亲自在最初的阶段监督整个最初的怎么讲土地的一个加工，土地的开发的一个过程。那所以他就请求弟子为他安排了一个货柜屋，仁波切就在这个货柜屋里住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一个简陋的一个货柜屋。那当时最初的时候，其实甚至连就是只有很简单的一个电的设施而已。那旁边就是森林，什么都没，连厨房啊什么其实都没有，所有的厨房都是临时制造出来的，自来水也是就是通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连接过来的，所以是非常非常简陋。仁波切就亲自在那里监督整个最初的一个发展过程。那其实仁波切在这个地方呢的怎么讲，他的用意呢？那就我们知道的，他当然有更深的用意，那可能我并不知道。那就我们知道，其实他除了要确保每一个工程都能够开始的工程要正确的完成，那主要他更重要，其实他是要每天进行大量的法会。那仁波切常常有跟我们说过，这是我个人觉得，他常常说，其实在这些山林里有很多山里的众生，或者是有龙众之类的，在这里生存，这是他们的地方。那我们来这里开发，那就表示我们已经入侵他的地方了，所以需要进行很多的法会去回向给他们。那而且仁波切特别注重，就是说不要去进行不必要的开发，就是没有必要砍伐的树是绝对不砍伐的。
那砍了树之后呢，后来其实仁波切有就是发起让大家就认领或者是捐树的一个活动，就重新把那些树都种回去，逐渐就是把开发的有需要就是不需要去除的树呢，再重新就如果不小心去除了，就把它重新全部再种回去。所以仁波切早期在进行很多的法会，而且除了这个之外，他也是要亲力亲为，就是要给弟子们一个鼓励，好让最初必须离开城市居住在这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很简陋的一个山林里的弟子呢，得到鼓舞。那毕竟我们都是很普通的在家人，那也很多的执着，所以仁波切亲自在那里就是给大家鼓励，让大家可以坚持下去。那所以这个地方到现在呢，所以现在的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仁波切的住处已经建好了，仁波切已经住了进去。这个货柜物呢，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精神象征。它弥漫着很满满的一个灵修力量，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为了游客们来就是拜访客家禅修林时一定要来怎么说呢？必要的一个参观之处。那其实从右上角大家可以看到，当时仁波切住的地方就是那么简陋，就是一张床，一个桌子，其实也没有太多其他东西了，就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月。那其实相比之下，外围的环境其实是更恶劣的，很多蚊子。那我自己亲身在那里，我们就是偶尔在那里过夜，其实都是相当受不了的。那是跟城市截然不同的那种生活。那下方呢，这一个是位于客家禅修林的占拉章，由仁波切的居所、其侍者和助理的居处和办公室和办公的地方，以及礼品楼组成。礼品楼的功能是收藏和摆放仁波切所收藏的礼物。那这个地方是那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它称为 EF 或者叫奇幻森林了。这是原本建来给仁波切的一个叫占拉章，就是仁波切的拉章的一个意思。这是原本的占拉章，但是后来仁波切就他觉得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一个僧人，所以不想住这么豪华的地方，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不应该住这么豪华的地方，所以仁波切后来就已经把他搬到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去，然后把这个地方让出来给克奇拉团体使用。所以这个最初建的时候确实是仁波切的占拉章呢，到现在呢已经改成了克奇拉成员们可以使用的一个活动的场所。那这个地方即将开始进行第二期的一个加工，如果顺利的话呢，会成为一个办公的地方。那我们再看右边的图，右边277页。277页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最上方呢的两张图呢，是最上面的那个是一个鸟舍，那下面是客家禅修林里的鸟类。这个宽阔的鸟舍是许多被拯救鸟儿和两只乌龟的家，这些动物在仁波切和弟子们的照料下，已经从病痛中完全康复。那仁波切对动物，我们刚才是说过，他从小对动物都特别照顾。那对仁波切来说，动物，那我们之前也说过嘛，仁波切他对动物的承诺，他其实看的异样是那么重，就是他承诺动物的，他也不食言。那可见仁波切对众生其实是一视同仁，是平等的对待的。那仁波切当然也不忍心看到动物被虐待，或者是被宰杀，所以仁波切特别提倡吃素。
那除此之外，除了素食之外呢，它对这动物的性命、对这动物的健康，它总是能够做到多少，它就去做。当然这些东西很看这个是财力啦、能力的一个怎么讲实际的一个情况。但是只要在仁波切眼前发生，他所看到的，他都会尽量去做。所以这个鸟舍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鸟舍，仁波切就是他把那些受伤的鸟儿啊，或者是宠物店里长期被遗弃一边的鸟儿啊，那就把他们怎么讲呢带了回来，就在这个鸟舍里，让他们好好在这里生存。这鸟舍常年都在播放佛经，让鸟儿们不知不觉接受到有了佛法的一个印记。那此外呢，还有一些佛像啊，让鸟儿能够在飞行的时候也能够绕佛。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就是鸟类的玩具啊之类的。那这个鸟舍里呢，鸟舍常年都有专人在照顾他们的饮食，让他们吃一些健康的健康的食物。那如果生病了，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怎么讲呢，比较小的另一个鸟舍，就让受伤的鸟儿、情绪受伤的鸟儿在那里疗伤，好了之后呢，再搬到大的一个鸟舍。所以科奇拉的鸟儿在这里都是相当快乐的。那我们长期也有兽医就是有本地大学、马来西亚大学的兽医系的师生们也会来这里检查这里鸟类啊动物们的健康。那就是对科恰拉禅修林内保护动物、照顾动物的一些做法呢，大家都是非常惊讶，也认同，就是觉得就是会照顾，大家都觉得这照顾是非常妥善的。那下面呢，这一个是鱼池，这个鱼池里养了许多品种大小不一、被拯救回来的鸟的鱼儿。池中央是一尊宏伟的九尺梦境文殊菩萨像，而周围的花园环境翠绿，是一个适合放松身心、进行禅修和冥想的地方。那刚才说了，仁波切他总是想尽办法让动物有可能累积功德，或者是种下佛法的印记。那不只是对就是我们熟悉的狗啊、猫啊，或者是就是我们熟悉的宠物这么做，他对鸟儿也这么做，那对鱼儿一样是那么做。所以这个鱼池里，这鱼池就是特别建造，你看建造的方式，中间有一尊梦境文殊菩萨，那就让鱼儿呢在游动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就一直在绕着这个佛像来怎么讲，就绕行佛像，借此呢可以累积功德，也可以种下佛法的印记。那仁波切常说，虽然动物没有办法主动的去修行，这他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修行，但是借由佛本身的加持力呢，他们也能够去开启种下佛法的印记。所以这是仁波切非常慈悲的一个表现，他总是想尽办法去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讲，让大家累积功德的这种方式。那在最右边呢，这一次看是一个小园，是天然菜园、草药园，这让访客能够直接体验科切拉禅修林觉知生活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和大自然和睦共处。仁波切其实他心愿是希望科恰禅修林内能够种植大量的就是蔬菜或者是水果，能够自给自足，那尽量以一种最自然的方式生活，这是仁波切希望看到的。接下去呢，这一个在下一页，好的。下一页这一个呢是杜母像，278页，这是杜母像。左边的是杜母像，比较就远看，那下面那个是近照，而右边呢280
278页的右边，你看到好几个人在步行着的。这个右边这个是杜母道，杜母道就在杜母像的旁边，就是这是给人家进行就是步行行禅的一个地方。杜母道沿着天然的地形而建，一路有树遮阴，安全幽静，非常适合行禅。禅修行者也可以在杜母像前祈愿和做供养。那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上方这个278页上方左上方的这杜母像，这远处看，这特别就是要拍怎么讲，杜母像旁边这个给他供养蜡烛的地方。那克西拉禅修林的每一个户外佛像旁边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给大家供养蜡烛，那是给大家有机会去怎么说呢，去累积许多功德的。而且不只是这样子，每一尊佛像旁边呢都有一个小径，这里可能看得不清楚，那是给大家绕行佛像，就是而设的。那绕行佛像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佛教徒，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绕行佛像是能够种下很多佛法的印记，能够累积功德，也能够帮我们消除一些业障。那这个279页，这是真正右边。279页上方呢，这是克西拉禅修林的鸟瞰图，就是从上方拍摄下来的图片。目前就这几栋这几栋建筑物。我们把这个图片如果划分成4个格的话，就是中间打一个十字，划分成4个格的话，那在左边呢，左边中线那个地方，我们就先讲左上格。那左上格那边有一个山，那一座山呢就是文殊山。那文殊山上也是有一个，以前是伦仁波切写作小组工作的地方。那目前写作小组已经搬到了杜嘎公寓。那所以在上面这个部分呢，已经成了可以供访客居住的怎么讲呢？这地方那个叫文殊精舍，文殊菩萨，这文殊山上的住处叫文殊精舍。那我们往下，就是文殊山再下来中线，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十字的话，那中间那条线，中线上面有一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呢就是杜嘎公寓，就是克西拉禅修林的员工，就是职工员工弟子们居住的地方。那右下角就是右下格，那右下格有一个比较长形的建筑物，那一个呢就是原本的占拉藏。那目前已经仁波切已经把它供出来给弟子们或者给访客们使用。那这个地方将会继续怎么说呢？会发展成为一个克西拉的办公室啦、教室之类的。这是属于第2期的建筑工作。那在这个比较中点的地方交叉，如果说把这张图把它中间就是以一个十字分成4个格的话，那在中间那个地方就是在杜嘎公寓文殊山奇妙花园中间夹着那一个呢，那个就是克西拉禅修林目前的唯一的一个大殿，那就是智慧殿。那接下面这一个是仁波切希望在克西拉禅修林打造一个疗愈圣地，设有疗愈泉、替代疗法中心、转经轮、玛尼石和一尊巨型药师佛像。药师佛像将作为疗愈能量的中心。那这个是模拟图，这个是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那当然这未必会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真正来建造，这只是一个模拟图。那其实主要表现的是仁波切想打造的一个克西拉禅修林什么样子的。那仁波切就
他最提倡的其实是教育。仁波切常觉得教育知识是能够怎么说呢？就是能够让我们更有智慧，能够去除无明的。所以仁波切十分注重就是教育，尤其十分注重佛法课。那将来，所以克夏禅修营的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呢，就是发展成为一个学习的中心，一个教育中心。那另一个重点呢是人类除了这一个之外，我们的人常常会，不管什么人，他都常常会生病。那身体也是构成我们烦恼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没有健康的体魄，其实要修行也很难。那所以另一个方向呢，就是药师佛。其实我们就是克夏禅修营里，除了文殊山，还有一座山叫药师佛山。那就打算在药师佛山这个地方呢，制造一个很大的一个药师佛像。那让大家可以并在那里设立一个疗愈中心。那让大家可以在那里怎么说呢？就有就是进行一些治疗的一个怎么讲？进行治疗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让大家可以就是就是有一些疗愈的，目前已经有一个疗愈泉，那个疗愈泉就是给大家能够去饮用这个疗愈泉水，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好，接下去呢，好，来到这个280迅速发展。那这个我就快速给大家念这个内容，迅速发展。这一切的发展归根究底都是因为我的上师给这个无能和青涩男孩足够的自信与信任。我会用我的努力、慷慨和热忱来回报宋仁波切的慈爱。在行动上，我会确保各部门不断地成长；在心理上，我会对抗所有烦恼与妄念。赞度格仁波切。科西拉自成立以来迅速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人评论说，科西拉目前已经成为马来西亚最大最活跃的西藏佛教组织。毋庸置疑的是，在赞度格仁波切的领导下，科西拉的法业及其扩展必能继续开花结果。仁波切擅长使用易懂相关现代化的方式宣说古老的教义，且从不偏离或淡化佛陀不朽智慧的本质。这吸引了与日俱增的弟子和朋友，唤醒了许多想要走上这条学习城市影响道路的唤醒了许多人想要走上这条学习沉思冥想圣道之愿。其上师也曾经预言，仁波切这一世的成就将超越其前世，而他这一世的成果也将是其上师的2倍。仁波切曾多次预测，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科西拉各部门的工作、活动及事业的覆盖面持续的增长，为更多人提供一个改变自心和幸福的圣道。目前每个弟子都努力修行和工作，为将仁波切的教诲带给全世界而奋斗。同时致力于实现上师将克西拉禅修营打造成一个灵修学习中心的愿望。这一个学习和治疗的坛城往后将成为本区域及区域外的未来世代之珍贵遗产。那这个呢，大家看一下图片。这个图片是当时就是在一场法会时拍摄的图片，这是智慧殿的，大家已经看过好几次了，这是智慧殿的场景。那迅速发展讲的是科西拉的这个在仁波切的带领下，科西拉的整个发展是非常迅速的。那就在短短的这10年，尤其短短的10多年内，发展非常迅速，成了就是有很多部门，且有了目前的科西拉禅修营。那这一切的发展呢，仁波切把它归功于自己的上师所给他的爱和信任。就是在刚才念过的这一段，就是这些发展的源自上师给这个无能和青涩的弟子足够的信任和自信。那仁波切就本着这样子的一种感恩的这种心，他对他目前的弟子也是这样子的，就是给很多扶持，给很多信任，很多自信。所以希望弟子也能够
就是像他这样子就去努力去实现打造更多的怎么讲更好的环境，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佛法。所以仁波切感恩自己的上师对他的慈爱，所以他的回馈方式呢，就是不断的努力去回馈。仁波切的教法是这里特别介绍，就讲到就是仁波切他除了很努力之外呢，他吸引人的地方是他总是很会把佛法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来讲述，那他让很多人就能够把这些看似很深涩的一个佛法呢，变成一种很灵活的一种生活上可以使用的一种方法。那仁波切的这样子的能力呢，其实是刚才仁波切早就看到了，他也鼓励仁波切用这改变方式去迎合，来配合现代人。而且呢，就是他的上师也曾经预言说，尤其是刚才仁波切，他曾经预言说，仁波切这一世的成就将会比前世来得大。好。那这一期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为止。那在结束之前呢，我们一样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以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后，显明至尊圣慧名称是，说是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真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此相属二之意，祈愿上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时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心肯常住。那好，我们这一期分享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